选调，真好啊！感谢姚花唱歌学落你至悬的名，早起时保养你的自爱，闲时保养你的信心，就掠姚花最欢喜，伊要将你心所求的，互你。而且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那么做来祈祷吼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助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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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阮的归来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准备跳人的天平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我的心啊，就讲因为你是平安的源头，你爱人好望，人若真捌你的，就会得到永远我。若顺哦，服侍你的，就会得到自由。愿拢是你宝贝的囝儿，因为保护阮，因为世间一切统治的权柄，拢总是伫你掌权的下面。恳求你来赐落稳定，互川普总统、政府文武百官，互因会通遵照圣经的教示。会当尊叹上帝旨意，互全国百姓得到主伊的疼痛甲保护，互阮的国家会当伫上帝公义的内面，为了全世界的促进和平。但今日我要搁一摆，要透过 YouTube 网络来做礼拜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互今日所有参与伫网络礼拜的兄弟。用亲，做伙用心甲诚心来敬拜你、服侍你。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，互阮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将这上帝赐福的这个管道。到目前，你讲本土的这个肺炎病情，也阁是无停止的关系。这个确诊人数都已经变见了740几万人，恳求你继续保护着阮的健康。伫这个病毒还无结束以前，唔通互阮受到这个攻击，互阮全心来挖靠着主你的保护，继续做好国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恳求主你来洁净罗某的嘴，以圣神来感召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得到蒙恩的指引。阮当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是阮的归来，是阮的上帝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。记载伫罗马人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。第1节，逐人拢着屈服政府的权柄，因为权柄拢是对上帝来的，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设立的，所以反抗权柄是违背上帝的诫命，违背的人会受审判。你若做好，就毋免惊掌权者，只有做歹的人才着惊因。你爱做一个毋惊掌权者的人，也无，若爱着做好，你就会得到
褒奖，因为伊是上帝的体用，要互你得到利益。毋过，你若做歹，就会惊伊。伊带剑，毋是无目的，伊是上帝的体用，是伸冤者，要互歹人拄着刑罚。所以，恁着服从掌权者，毋若为是惊上帝受气，嘛是为着良心的缘故。因为安尼，恁嘛得纳税，因为因是上帝的体用，为着伊得执行这个职务，着对正人尽恁的义务。恁欠人的，着还清；应该纳的税，着纳；应该敬畏的，着敬畏；应该尊敬的，着尊敬。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到第2节。第1节，所以我大声劝勉你，着替所有人向上帝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甲感谢，嘛着替君王甲所有的官员祈祷。凡事敬虔端正，互咱通安然平静来过日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的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均纳。阿们。学咯，合角声分享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保卫城墙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保卫城墙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甲社天向地势安详，主得调集上伊的百姓。我甲社分向地势安详，好社放弃。社分向地势安详，主得调集上伊的百姓。我甲社分向地势安详，好社向去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保卫城墙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保卫城墙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甲社分向地势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甲社分向地势安详，好社放弃。我甲社分向地势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甲社分向地势安详，好社放弃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保卫城墙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保卫城墙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
注定了一上伊的百姓，有甲啥兄弟些安家，好啥放屁，有甲啥分兄弟些安家，注定了一上伊的百姓，有甲啥分兄弟些安家，好啥兄弟。向前，包围城墙，水啊所来是咱的大元帅。啊，咱就向前，包围城墙，水啊所来是咱的大元帅。法治明明，定调一义的军队。法治明明，定调一义的军队。啥分兄弟些安家，注定了一上伊的百姓。我甲啥分兄弟些安家，好啥放弃。我甲啥分兄弟些安家，注定了一上伊的百姓。我甲啥分兄弟些安家，好啥兄弟。亲爱的乡亲、时代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美国总统的选举到今仔日已经达到这个拍锣讲鼓的这个阶段了。两党的候选人拢是真拼因的困难，华语讲使出浑身解数。那么一方面真努力去挖对方的这个料仔屁，另外一方面是坚固因家己的地盘，要来加强选民的好印象。所以伫逐种的这个真假的新闻，拢包包起来这倒面上。那么这几日来，选民上注意的就是放伫这个报税的顶面，因为川普总统伫过去2年来申报这个税金的数字，实在是受较偏低啦吼，所以真歹互人来信互伊。我想到这个罗马人书第13章，这个是罗马人书中间最有这个政治意识的一段圣经节。那么这段圣经节呢，就互我想起最近拄过身的这个李锡州长老伫 Houston 一个长老吼。但阮伫主内的这个友谊，就是对这段圣经再来开始。所以我今仔日要讲这篇道理呢，也一方面要来纪念伊吼。因为伫过去，我还佫伫这个New Jersey牧养教会期间，几年久，我捌2摆倒转来这个 Houston， 伫这个米兰大学教会来做礼拜。那么相隔几啊摆几啊年啊，做是我有2摆去这个教会。听到这个李锡州长老伫讲道吼，真臭不堪。伊拢总是共款用这个引用着罗马人书第13章来讲道的。佫较深刻就是2摆去因兜食饭用餐的时，长老娘你姊妹呢，2摆是包这个春卷吼来请阮的。所以我是讲，哎呀，锡州兄是干那会晓讲罗马人书，还是讲因太太干那会晓包春卷呢？我所以安尼想，会得爱笑啦吼。所以我对因父母的印象真特别的深的印象，所以阮就诚做一个无所不当的一个好朋友吼。所以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阵，上帝予人类有两个大使命。第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团济济的这个使命，第二个使命就是要管理大地的这个使命。政府就是上帝予人类管理权的这种形态。当然，
这并毋是讲伫讲上帝拢同意地面上政府因所做每一件代志，伊随上，因为最后的缘故，地面上这政权常常是行往伫这个背个上帝道路顶悬，所以就袂当好认为呢，地面上这个官兵的这个源头是对上帝遐来的。虽然上帝无拄拄是拢同意。总是上帝却应允这个政权暂时性的这个存在，目的就是要让上帝救赎的计划为通来完成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伫这个彼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，彼拉多对主耶稣讲：“你竟毋知，我有权柄通放你，也有权柄将你钉伫十字架顶。”主耶稣讲。若毋是对顶面顶头来互你的，你就拢无权柄来办我。所以上面主要说真清楚来表明伊家己的这个立场，伊毋是顺趁人的这个权柄，乃是顺趁上帝的权柄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拄是因为伊清楚认捌权柄是对于上帝遐来。所以，伊甘愿顺趁地面上这个权柄，第四到死伫这个十字架顶。所以，当咱面对这个地面上的政权的时阵呢，咱就要知影，咱所侍奉的是上帝，咱也必须顺趁地面上政权的这个权柄，因为这个权柄是对上帝遐来。政府。若是叫咱去做遐个上帝禁止咱做诶代志，或者是禁止咱去做遐个上帝要叫咱做诶代志，伫即种诶情形下面，咱必须要顺趁上帝，毋是顺趁人。政府诶设立甲行法，拢是出自上帝，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尽着公民诶这个责任。这个责任有分两部分，一个是顺服。这是支持，顺服就是守法，支持就是纳税。因为当时罗马毋是民主的政权，比较亲像这个独裁的政权。独裁是一人专权的这个政权。当时伫罗马这个新兴的教会，就是处在伫这个帝国政权的阴影下面。当时的政府。带来两种的压力，第一种压力就是对政府来这个权柄；第二压力就是对这个政府来这个道德观。罗马政府加做帝国以后，罗马政府的道德观就真紧行入去这个落坑坎啊！早前的这个共和国的时代，无算是真歹，总是呢，因接到帝国了后呢。罗马执政官所变做皇帝，安尼时呢，因的道德观就一度来行入这个落这个坑坎啊。譬如讲，罗马的头15个这个皇帝，其中有14个，因拢是这个公开性的这个同性恋的，这个就是引起败坏的这个风气。上帝。任命政府来防止社会这个混乱，上帝福音的这个政府是要为着百姓的行为立一个界限，这是上帝给世间人的这个礼物。所以总管者拢是上帝的奴仆。英国女王伫加冕的时阵，因为互女王一本圣经，讲这是伊必须要遵循的这个律法。这里是皇家的律法，政治这个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。上帝会伫每一场选举的中间投入决定性的一票。不过，上帝毋是左派，上帝也毋是右派。上帝以后，咱的这个政府有时阵是咱应该得到的，有时阵是咱所需要的，就看。特别上帝伊所投的是公义的票，还是人民的票？
伫这个独裁政权的中间，咱反正真容易相信上帝会通决定由什么人来统治。总是伫全民普选的中间，咱就那就是无一款的信心咯。毋过，伫上帝无咱先的代志，所以咱就爱祈求上帝投入这个人民的票，所以咱所需要的这个政府，伊会通投入公义的票，所以咱应该得到这个政府。所以，毋管咱是处在伫什么款的政府的下面，迄个政府拢是上帝所设立的，目的是要约束歹所行，来提倡好的行为的。这是每一个政府应该有的两个功能。所以上帝爱要求因来高效，看因是毋是有真正尽到因本身的责任。因为上帝知影，无政府状况会互这个罪恶的人性彻底来显出这个原形的。就是圣经叙述记讲的讲，迄时以色列中无有王，逐人拢随意来行。无政府的状态是比这个这个骹梢的这个政府更较凄惨的。有时阵人受造，毋是要活伫这个民主政治的下面，毋是要活伫这个治理家己，乃是要活伫这个王国的中间。毋过呢，咱佫无想要活伫这个王国中，因为这个歹王真多，连好的王掌权以后，会嘛变做歹王呢。所以有一个政治家来讲吼，讲普选就是赶走一批这罪人，然后佫换另外一批罪人起来。这个话讲得无毋对，就是政府是上帝所予咱的，伊嘛通莫互人民随在因家己的意思去乌龙隧道、非非乱做。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所以政府设立这个处罚甲制裁，其实拢是对上帝遐来的。就亲像保罗所讲的，讲伊毋是空背剑，剑毋是要掠来共坑的呢，剑是要掠来杀人的。政府使用这个武力，这是上帝所应允的呢，为着要制裁遐个邪恶的。就是政府要安怎来使用伊呢？将来就必须要向上帝来交代。那么教会的一个功能就是爱提醒政府，就因必须要亲自向上帝来交代代志。所以说政府会当了解，基督徒袂当违背良心，这是真好咯。有的政府伊会当了解，毋过呢，有的政府是袂当了解的，所以基督徒因爱付出真大这个代价。根据这个统计，每一年差不多拢有25万人的这个基督徒为了信仰来死亡，为了主来殉道。那么其中有真侪拢是死伫这个穆斯林掌管的这个国家内面。咱需要纪念这的兄弟姊妹，因为了主来付出因的生命的这个代价，因无办法来顺坦当地这个政府，因为因就爱顺服上帝，所以伊就表出这个死刑。所以伫无违背信仰的大前提下面，咱议员就应该顺服当地的政府。所以保罗讲，毋通因为惊吓来顺服，就爱因为良心来顺服。保罗的意思就是讲，你顺服政府，可能是因为惊去受到刑罚。咱举一个简单的例来讲哦，咱你开车的时，你通选择超速，你嘛通选择遵守这个限制，以免被这个开红单。那一个非基督徒安尼做就有教育好咯。所以我甲恁讲哦，基督徒若安尼做也是无教育的。
基督徒的守法是爱，因为良心的缘故。有一个澳洲人吼，伊名做 Peter 吼，伊是个二手车即个生意人，伊伫澳洲卖即个二手车已经卖几世人啊，所以全澳洲的人拢捌伊。伊是一个全澳洲唯一真诚实的卖车即个生意人。伊有一台即个买了真强的即个Benz的车，伊每一摆你开迄台车上路时，伫即个市区，伊拢保持伫46公里以下。所以伫郊外呢，伊开车时，伊的时速嘛，佫保持伫78公里以下，就是离最近的即个警察离差不多800公里远以外，伊的时速嘛是保持78公里。所以伊朋友来甲伊踢笑讲：“哎哟，你即只免做的车买来遮尔强、遮尔大，伊根本无用武之地，袂当发挥伊的魅力。”不过伊认为讲，如果我若违反着用来保护我的这个法令，我怎样要人期待天煞来保护我呢？所以这个人遵守开车的时速，毋是伊惊避免要互开红单，乃是因为良心的缘故。真出名哦！保罗先生讲，毋通因为惊来受罚，这个守法的，爱因为良心的缘故。你守法是因为良心甲你讲，你就爱守法，毋是因为外在因素伫影响你的。所以塑胶来讲的，保罗讲要如何支持政府呢？伫遮提到两项代志，第一个就是纳税，咱缴税金，政府才会当运作。保罗讲，基督徒必须爱借着纳税来支持政府的，所以袂通来走税。毋管你的会计师有我哩厉害，拢袂当帮助你来偷走这税金。毋过咧，合法的这个节税，又过另外一件代志呢。有一个牧师受邀请去澳洲的这个首都坎培拉，用这个国会议员来讲道。伫这个讲道结束的时，有一个国会议员来甲牧师来握手来说哈喽，拍招呼。伊讲：牧师啊，你今来讲道听了，我听了是真感动。我决定转去厝里要重新来修改我的所得税这个申报单咯。哈利路亚！这个人真正是悔改啊！最后所讲，一个罪人啊悔改，伫天顶的世界面前，也是要安尼心来为着伊欢喜的。所以咱必须要诚实的申报所得税才对的，阿妹。不过吼，你若是诚实报税，伫某一个国家吼，有时阵吼会去遇到真严重的这个后果呢。有一个国家吼，百姓报税时拢都爱做假账，政府嘛知影因咧做假账呢，所以政府就调高伊提高这个税金来弥补这个税收的不足。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意人讲吼，如果我若按照政府的要求去纳税金的时，我的公司金门爱关门。不过最后伊是决定要诚实来纳税，然后公司关门，结果生意颠倒好，上帝用到奇妙的这个方式来弥补伊都加缴的这个税金。保罗先生明白指出，基督徒必须要这样交税来支持政府的这个运作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支持政府的方式，甲纳税同款的重要，这就是尊重，爱尊重政府。若讲有一个办法，要来甲伊车扁这个政府，就是不断的去甲伊讽刺、批评政府，互百姓拢无看重这个政府，安尼这个政府就会放弃啊。如果你若是伫踢笑遐个政治人物，你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示。所以伫电视播出这个踢笑政治人物的这个节目，甚至甲因的形象、甲伊歹化、甲伊丑化，伫众人面前
来品尝因的地位。即款的节目检在有真侪人爱看，真欢迎。毋过呢，上帝却爱咱去尊重这个政治者。10条界每一条拢是建立伫即个尊重的基础顶悬。第先呢，是尊重上帝，尊重上帝伊的名，尊重上帝伊的日子，尊重父母，尊重人的活命，尊重别人的即个财产。所以你知影，社会如果若失去了尊重，就会分裂崩盘。有一个囡仔伫厝内，无学习着要安尼去尊重因的父母，咱若料想着，将来这个囡仔长大了后，因袂去尊重警察，嘛袂去尊重一个政治人物，搁较毋知要来尊重上帝咯。这是一个真大的危机，咱爱要求天父上帝来怜悯，帮助咱要如何来教示因。伫教会内面有真侪真少有去提到这个政治的，咱真惊教会过分的参与伫政治吼，反倒当做政治的一个工具。另外一方面，传统的教会是行另外一种的这个极端的内面。就是将教会门关起来，内底彼此关怀，享受伫主内面美好的友谊，煞无去注意到外面世界的需要。那么这两种的极端，其实拢毋是圣经内面所教示的。所以这个政教分离，并不是讲教会无应该关怀政治的，教会应该通向政府提出建议甲忠告。同款，伫特殊的情形内面，政府嘛通向教会咧提出这个建议甲劝告，这两种都应该处理这个互相尊重的地位。保罗互人尊重，钦佩另外一点，就是伊嘛为着别个教会伫带导，伊嘛为着毋是家己所建立的教会伫带导呢，伊嘛为着迄个家己毋捌去过教会伫替祈祷。互咱做伙来学习，来为着咱的政府来祝福、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互咱，互因有一粒敬畏上帝的心，来治理人民。所以保罗劝伊的属灵的囝儿提摩太讲哦，我劝你，第一爱为着万人恳求、祈祷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甲一切在位的。也着安心，互咱通敬虔端正、平安无事来度日子。所以愿这也是咱大家这个祈祷吼。阿们。回应诗歌，忠心顺服的歌。顺服，你无论伫倒位，拢爱忠心，主你的上帝，伊是阮王，你着永永远远来主，你无论去哪位，拢着顺服。你无论去哪位，拢爱忠心，主你的上帝。伊是君王，你着永永远远来服侍主。
是阿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我对这个罗马人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，挑战前书2章1节到2节，互我来思想主要所的教示。为什么伊毋是空空的背夹？保罗先生讲，毋通因为惊受罚才去受罚的，就爱因为良心的缘故。但你受罚是因为良心甲你讲的，你应该就要去受罚，毋是因为外在这个因素。保罗讲比更加明白的指出，基督徒需要来纳税。用税金来支持政府的运作，另外就是还有一条要支持政府的方式，甲纳税同款的重要，是叫咱都要尊重政府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现在我要为着美国，为着台湾，这个政府。来祝福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来望着遐个伫这个执政者、掌权者的心，互伊会通入捌主你的国度甲法则，互这个平安会通临到第二州这个百姓。求主你来赐落平安伫阮的中间，愿同心的祈祷。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恳求，阿门。到这点牧师要甲恁祝祷吼，咱这点咱来三个来祈祷吼。愿天父上帝之爱，甲人民，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圣是保惠师的感动甲交通。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子的名，阿明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礼拜，伫这个所在这边过一段路，明日后回，咱搁一摆伫空中来三角见面。愿天父上帝甲恁三角地的。平安，再会。